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。安息日过了，礼拜日天要光的时，莫大粒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去探望。忽然有大地动，因为主的一个天使对天降临，将迄个石头割开，坐伫迄顶面。伊的面貌亲像细娜，伊的衫亲像雪遐尼白。遐个固守的卫兵惊甲皮皮喘，煞变做亲像死人。迄个天使甲遐个妇人人讲：毋免惊，我知恁咧找互人顶十字架的耶稣。伊无伫遮，照伊所讲，伊已经搁活，来看伊倒的所在。恁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，伊已经对死人中搁活啦。伊比恁先去加利利，伫遐恁会见到伊。就会记得我已经有甲恁讲啦。因就赶紧离开梦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走去甲耶稣的门徒讲。忽然，耶稣出现，对因讲：“大家平安。”因行进前，揽伊的骹，甲伊拜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毋免惊，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去加利利，伫遐因会见到我。”遐个妇人人离开的时，有一寡固守梦的卫兵入去城内，将所发生的代志拢甲祭司长报告。祭司长甲长老自责参详了后，摕真侪银仔互遐个兵，讲：“恁着安尼讲，伊的门徒暗时来，伫阮得困的时，将伊的身尸偷摕去。万一总督听到即个代志，阮会去甲伊按答，保恁无代志。”卫兵就摕遐个银仔，照因所吩咐的去做。即个代志到今仔日，还伫犹太人的中间在流传。10个门徒去加利利，到耶稣指定因去迄座山顶。因见到耶稣就甲伊拜，不过有人还伫怀疑。耶稣行活去，甲因讲：“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的权柄拢予我。所以，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，甲因洗礼，互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假使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，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，直到今世的结束。”